头家你好。拍摄。哎，我是来走，我这个好哎。无，你拄则咧喷迄个火珠啊，我去互伊喷着，你有感觉无？我有啊。一粒一粒一粒安尼飞过来，头家咱叫你会惊你会惊到啊？无看过遮尔啊近的。哦，你即摆伫咧拍梯啊？嘿，这是要做啥的？做低头骨啦，低头骨啦是啥？锄头。哦，嘿。正常用的。啊，这一般即摆看到这种红红的，即摆差不多温度是几度哈？过来，咱100度哈，水就开了，那个要1000度以上哈，那个铁才会溶解。 1000度以上，以上铁啊才会。崩垮吧。你讲一个碰趴变做。